好多人咧都話阿膠日日煲湯麻煩。嗱，今日分享一個樂哥自己嘅阿膠糕嘅搭配俾你啊！好似我老婆咧，每日而家都食2嚿㗎嚇，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做法，其實都幾簡單。材料嘅搭配咧，我放咗喺評論區啦嚇，大家自己抄作業啦。阿膠咧先拍成小塊，加入1斤嘅黃酒。放入冰箱氧化2日。嗱，見到而家呢啲阿膠咧已經氧化完成咗啦嚇，我哋咧揾一個不黏鑊，然後將啲阿膠咧就倒落去，然之後咧就加啲冰糖落去，慢慢熬化佢。跟住咧放入合桃、紅棗、枸杞、黑芝麻。黑芝麻咧記得少量多次攪拌均勻咁樣放落去，然之後咧快速放到鋪咗油紙嘅方盤入邊，再冚上一層油紙，攞砧板壓平佢，自然攤到2個鐘就可以切片啦。嗱，而家阿膠糕咧就做好啦嚇，切成細嚿之後咧食起身就更加方便啦。想要靚阿膠嘅14號朝早11點鐘嚟。